咱的先愈来愈加在愈。虚幻不是泡沫飞，人生挂和金钱，各位学姐，那么先来投这挂和鸡蛋哦。情况有时难抵岁月催。来，这要轻松的。笑喜悦血与泪，谁说青春永不醉？情愿心感到羞愧，珍惜当下拥有携手伴我无畏。今天我们目前虽然在泰国，但是还是用很炙热的气，然后才不要还有我们每一句啊，各位讲师啊，都很用心的在备课，用这用心的，吼，咱每一个课尾班啊，好青上进上班啊，咱拢会当有一个深刻的提醒。每一个讲师啊，伊嘛是拢是像咱各位亲戚同款，一开始是在内底听道理，听到尾啊，家己感觉讲我嘛会使这款，咱来学习道理。所以各位亲戚，咱嘛欢迎大家来我们老师讲新杯，咱的经典课程，也是讲咱的一寡基础的人才之间，咱拢大家会使来做基础，开始来承担。我看到家己，我嘛来调整哦。咱来请咱一顿吼，我身份熟悉咱啦。咱咧中间若有咧呼叫身份哦，身份就会熟悉咱会紧来做啦，会甲咱打把起来，甲咱救哦，咱会当来豆腐推顶吼。啊，刚刚会记得咱第二节课课尾班，咱拢有一个约定哦吼，咱慢慢来，人生要有一点仔目标，慢慢有一点仔目标，向着目标来前往前进啊吼。咱每一次的午餐啊，拢是若茶来，咱是饭来做掌控，但是咱来看偌济前线另外伫厨房内面，咱这个时间。咱的先愈来愈加在愈。虚幻不是泡沫飞，人生挂和金钱，各位学姐，那么先来投这挂和鸡蛋哦。情况有时难抵岁月催。来，这要轻松的。笑喜悦血与泪，谁说青春永不醉？情愿心感到羞愧，珍惜当下。